你。故事中很多開心的人，甜蜜蜜望着路燈，從彼此很吸引到開始有裂痕，漸漸變路人。回望後盼望愛情從未發生。誰擁有愛？誰願意解釋愛？有幾天特別快樂，然後被冷落，冰封了沒變到海。誰來自懂得愛？來為我解釋愛，就這麼望着以後，誰敢保證你仍愛我？未來就如獨角獸，你沉默時未